即係我覺得香港人係有一種好特別嘅幽默感嘅。當我哋去到困境嘅時候咧，我哋會笑咗出嚟。哇！咁衰嘅事都俾我遇到，咁我就將呢個幽默感、呢個文化就放喺我啲文具度。而呢樣嘢唔係一張相或者一個 pattern 係代替到嘅，而係嗰份哇！你一見到就想笑咁樣咯。我本身自己咧都係一個平面設計師嚟嘅，因為當時候我就係去咗德國啦，咁其實我都仲買到日本啊、中華牌嘅鉛筆 ，OK， 咁又或者有啲係唔同國家嘅文具我都買到喎，咁我就喺度諗啊，點解冇香港嘅文具嘅？跟住我就同自己講啊，我好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有自己個品牌。設計其實對我嚟講係最容易，咁其實當中最大嘅問題就資金啦，即係錢啦，咁其餘就係揾地方。2300本我諗冇乜人有呢個概念，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咧，佢係一板車，我連一板車有幾多個貨我都唔知咯，原來佢嚟咗3板咯，跟住係超級多貨，我完全唔知點啦。咁所以係即係一啲創業嘅時候，我覺得大家會好唔清楚嗰個貨嘅量究竟放喺邊。咁但係去到即係第一個 product 成熟咗少少之後，咁慢慢生意就開始唔好。咁我就開始要諗辦法，係咪要轉型呢？咁我哋當時候就開始萌生咗第一個研習寶系列，係救晒我哋成個 brand 咯。咁我哋最旺季嘅時候，咁如果唔分 commission，其實可以去到30萬試過一個月。咁就係因為嗰個小氣文具套裝，咁好多人因為第一年推出嘅時候係癲咗，跟住我係落咗單，我記得我第一年因為包裝最少都500個，我心諗哎呀死啦，500個都賣唔晒啊，最多咪買到50個，每個地方買10個已經好勁啦，我覺得。跟住我係最後要落咗2000個都唔夠咯，即係都要繼續補貨咯，啲人係訂咯。其實係真係個預期係好好嘅，但係我成日都同我啲朋友同埋同屋企人講，我真係好想放棄，因為好攰啊！我唔知有冇人仲記得啲細路仔個書包有幾重。可能我自己又要求好高，我成日都要想自己送貨去嗰個鋪頭，然之後睇下佢點樣 display， 同佢傾下啊，你有冇聽到啲咩客人意見啊？跟住又問下佢啊，你覺得你有咩諗法啊？咁樣，但係耐咗我拎住好多貨，咁又好重啦。但係冇辦法係。佢每一次都令我好開心，即係譬如啲客人啊，或者成績好好嘅時候，又或者我有多少少資金可以去做到我想做嘅嘢，又可以參加比賽，即係每一次我都好攰嘅時候，佢就撐住我，跟住有好多唔同國際知名嘅品牌同我合作，咁我又覺得啊，我覺得可能啦，咁樣我覺得好榮幸咁樣咯。